欢迎收听12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诗篇83篇。诗篇83篇，在今天要祷告的经文是：愿他们知道，唯有你是上主，你是全地的至高主宰。是的，唯有主，唯有上帝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作王的主。在今天的诗篇当中，这位诗人他可能正在面对极大的攻击、威胁，或是落入在患难当中。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让人感受到一股力量。这力量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这位诗人他过去的经验。他记得上帝过去拯救他，而如今虽然他正在这风暴当中，虽然他好像有这么多的敌人，虽然他好像束手无策，可是当这位诗人他一一想起上帝过去各样的作为，他的心里面再次重新得力。在今天的16节到第18节说到：上主啊，求你使他们满面羞愧，好叫他们承认你的大能。愿他们永远失败惊惶，愿他们在耻辱中死亡。愿他们知道唯有你是上主，你是全地的主宰。当我们面对到环境的挑战困难，甚至是仇敌的威吓、仇敌的压迫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有这位上帝成为你的依靠吗？而且他成为你依靠的方式，不只是你的依靠，而是上帝是一位给你依靠、愿意拯救你，而且他要以公义来对待你的上帝。在这个祷告当中，诗人求上帝不要静默，不要闭口不言。诗人把他完全的境况讲述给上帝听，而上帝他的拯救是不是真的会临到这个诗人呢？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看出什么样子的可能性，但是透过他过去数算的这些恩典，这一个一个的故事，让人看见上帝在各样的境况当中，真的就是上帝。他掌权，他决定，他施行拯救，他判断，他要让那行恶的，让那欺压人的被对付，经历耻辱、失败、惊惶。而对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哦。当我们在祷告求上帝拯救的时候，透过这个祷告，不仅是数算过去上帝的作为，也是再一次去思想，我现在这一个困难跟挑战中，是因为我离开神，还是因为我倚靠神？如果我们是因为离开神而经历了这样的挑战、困难，甚至是危险，那这个祷告要帮助我们再次的来寻求他。但如果我们是倚靠神，却仍在这个危险跟患难当中，是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吗？或许不是哦，可能是上帝再次借由这次的挑战跟风暴，要让我们
更加尊主为大，也更是能够省察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尊主为大。感谢神，无论如何他都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这个圣诞节期，不论我们现在在哪里，正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，甚至就是在这个危险患难的处境里面，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，透过你的话语要来寻求你，知道唯有你是上主，你是全地的主宰，你是让仇敌与你为仇与你为敌的满面羞愧，失败惊惶。主啊，我们愿我们的生命不是与你为仇与你为敌，而是单单依靠你，就走在你的心意里面，因为你必拯救，你必保抱，你也必医治。主，你也要管教，因为你要让你的子民走在你的心意里面。这样的心意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赐福，满满的恩典，更是平安喜乐的走在你的恩典道路当中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我们今天的领受向你献上感谢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在各样的境况当中，倚靠上帝来大大得胜。他是你的主，他必会带领、拯救、引领你的道路。我们明天见。